咱三个要来看一个圣经在记载伫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到23节。虽然咱拢用台语，但是咱的经节用华语吼，安尼咱可以当看。请咱迄个放映的放到那个圣经节好吗？圣经节下面第3页第3个page，再下一个，好来。 我们看那个荧幕上有，我们一起来念来。我说：你当顺和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2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行义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精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咱当心来祈祷。主必听到把悲上帝，阮感谢你的带领，互阮平安经过1礼拜。伫周末的时阵，阮各会当来敬拜你，阮感谢你，互阮有这种的福气。 我会当来调见你，我会当对你的话语中间，在你的心意，互阮会当真做阮生活的帮助。那恳求主，你先使阮每一个人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先使阮有属灵的智慧，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明白。特别是阮最近。 为顶礼拜，阮开始进入阮的灵命操练，要安怎会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阮知这是一个真无简单的功课，需要去操练。阮今仔日要学习，为什么阮会当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上帝你要帮助阮，你赐给圣神要帮助阮，互阮来学习，阮要安怎互圣神来充满？求主你帮助。 也，互阮会当听了就清楚，真侪阮日常生活的帮助。阮来祈祷，靠着所有名，阿门。大家平安。咱为顶礼拜开始就开始进入咱圣洁生活的灵命操练吼。咱拢总讲到4个礼拜准备要来操练。咱会记哩5月的时阵，5月的时候，咱有做一个清洁的心思。 为什么咱会做迄个清洁的心思？因为讲，这个命令的总归就是这样，就是爱，也就是圣经甲咱讲遮尔多，耶稣到底世间来甲咱讲上帝疼咱，现在等等，遮最后就是要讲到迄个疼，爱疼上帝甲疼人。安尼疼到底是甚么？你讲你有疼，我讲我有疼，真正是疼，到底是什么？所以伫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讲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爱是从哪边生出来的？清洁的心思、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这3个身心灵都回到登记到上帝起初创造咱迄个原来美好的样子，这样的话就会有爱。 那显然，咱拢已经，咱拢受到污染啊！我们的心思不再是清洁的，咱的良心不再是无愧的，然后我们的信心不再是那个无畏的，都已经变质了。所以，咱的莫怪咱的听无办法听一下你的心。所以我们做这个操练呢，今年做的操练是清洁的心思，明年就是无愧的良心，再过去的话呢，就是无愧的信心。最后第4年就说怎样？ 我已经有存钱的心了，希望是这样子哈。那你的清洁心思耍行，那你应该是清洁心思了，那应该过圣洁的生活啊。有了清洁的心思，应该有圣洁的生活呈现出来。但是咱如何会当过圣洁的生活，伊是一个选项不？你根本在讲我要过圣洁的生活啊，我要过圣洁的生活。只要你那是上帝的囝儿，你就是爱过圣洁的生活。 不是选项，你的选项是前面那一项，
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女？那也不是选项，你一定是上帝的儿女啊！你要不要亲近他？那不是的时候呢？那我们怎样？我们有能力吗？我们的这个整个过程是安怎？有没有完成跟结束的可能呢？所以我们用4个礼拜来学习。上个礼拜我们刚刚学习掉啊，就是圣洁生活的根源是什么？它的保证是什么？你亲近上帝，上帝就怎样亲近你？那是咱心态的表。我的心态，我愿意吗？这是我们人要做的部分。然后就是说我可以吗？他的保证是什么？有啊，因为上帝要亲近你啊。那怎样子帮助你呢？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用绿色标起来，如何过圣洁的生活。今天要讲的，下礼拜就是它的过程是怎样。在下期说圣洁生活能完成到底是怎样啊？所以上礼拜的结论底下哈，亲近上帝、侍奉上帝、起插头喜悦的，上帝必特别为你预备特别的奖赏。赏赐给你，在以西结书里面上帝告诉那些先知说：“我要为你们侍奉我的人，特别预备一个特别的地方圣地给你，成为你的赏赐。你只要愿意亲近神、侍奉神，神也会这样子的赏赐你。你假定期待有这种的话，这种赏赐，你当然就要亲近上帝。亲近上帝是我们意愿的表态哈，是人应该付出的代价跟行动哈。”何况上帝并没有亏待你，因为他告诉你这样：你若亲滚我就亲滚你。第3个，亲近上帝是过圣洁生活的根源跟保证。我们一定要在这条路去努力，心态上的表态。你愿意亲近神吗？你愿意亲近神，神就亲近你啊。所以，我们今天看，今天要如何呢？如何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呢？我们的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吗？圣经里面的教导到底是怎样子？我们真的有这个能力吗？我相信每个人，咱每一个人都非常清楚。咱都定来做一寡，咱得想要做什么代志？哇，计划也足好势的。我要安怎？我要做好代志。我要功课要认真读，我一定要考第1名，要啥？但是咱定来发现咱无办法啦，因为咱感觉呐，咱有真侪软件的所在。所以咱会当过袂？看圣经甲咱讲安怎？伊是上帝命令无毋对，但是咱做会到不做袂到。圣经甲咱讲安怎？咱袂当诶，袂当靠咱家己。咱会当是因为安怎有信心，互咱挖靠。彼得前书第1章第2节讲来，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借着圣灵你才有办法得成圣洁。那保罗也说怎样？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不是靠咱自己，只有靠信心。所以咱要来学习讲，要安怎靠信心。所以讲，只有唯一的可能就是咱来挖靠信心，才有得办法过迄个信心、迄个圣洁的这生活中间哦。圣经中间有真侪甲咱提醒哦，讲咱若是顺从咱家己的时阵。顺从咱家己的本性，咱的情欲的时阵，就有一寡无好物件出来。咱头拄圣经在已经看过啊，就是这个所在，什么开始啊，讲从第19节开始哦，什么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等等这些，较简单的解说这物件，互咱知哦，看起来敢若拢差不多，其实是毋是同款的吼，咱可能得当知影。然后那个看了就讲，咱若挖靠信心是安怎？后壁第22节的讲讲圣灵的果子吼，即大家真侪人拢会晓背即个圣经在伫咧吼。即中间爱互咱知影一项，就是讲，伊遮讲着一个，咱看头前讲，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甲情欲跟圣灵相争。伫遮袂是敢若讲即个情欲，咧讲咱的肉体呐。其实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原文的意思是一个是个欲望。而这欲望是讲是人的本性，所以有一本英文翻译讲 sinful nature 有罪的天然 nature， 所以每一个人不是刚才肉体的情欲哦，它会牵涉到身心灵。咱看咱看了这几样来的，就是有这个身心灵的。所以唔能想讲这是刚才单纯的是一个肉体的情欲呢，其实是咱整个人的情欲哦。咱甲这个神哦。
那哪咧讲的是这个情义跟这个跟圣灵安怎相争？要伫咱的身躯内底安怎相争？你无感觉讲有两股势力底下咧修正啊？到底是怎样相争呢？原来第一个，它是这样，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作一个战场。这心思意念来的也行哦。撒旦啊，因为窃取上帝的荣耀，就以上帝为敌呢。而这个战场之一呢，就是我们的心思。咱拢会记得讲，咱人是按照去被创造的，照着谁的形象？照着上帝的形象啊！所以你在地面上的形，就代表你是安哪？你是代表上帝几家呢？所以魔鬼哪把你赢过去了？你不叫的圣经上帝为行，连都叫的魔鬼的意思行。魔鬼其实一样啊，战胜了，而且是让上帝觉得很受伤。人是上帝的杰作呢，但是竟然被魔鬼赢走了。他用什么方法？就是你在你的心思里面，所以魔鬼很喜欢用这种方法。魔鬼就爱安那，会跟你讲一寡负面的话，啊，互你想法想唔对，是跟圣经的教是无共款，安尼伊就赢。伊免讲啥，伊就安尼就好啊，你就行唔对去，就变做是伊赢的吼。啊，伊变怎赢咱？伊变怎来影响咱？心思是啥？就是在你的身心灵里面可以看到啊。假如安娜，那你的生活是在生活过患罪恶之中哈，是属血气的，这样降服在恶者的手下哈。但虽然接受了耶稣为救主，但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撒旦还是利用我们的身心灵的软弱。这身心灵的软弱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咱以前拢已经讲过啊哈。咱当中有这方面的软弱，有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就是你想要跟比上帝来比较，所以这是灵的问题。肉体的情欲就是咱为满足咱容易最多的就是吃啦，然后应该要最刚白最刚啊，就是懒散最好啊，这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一样的，因为你把进去看了，现在物件应用到你啊，应用到你整个思想，所以是心的部分，这是我们的软弱哈。这三个合起来就是咱本性的欲望。他都要圣经咧讲迄个情欲跟圣灵相争，迄个情欲就是咧讲这个本性的欲望哈。以利用咱的本性的欲望呢，互咱犯罪哈，就跟圣灵为敌。情欲是什么？咱已经讲过七情六欲。人有没有七情六欲？当然有啊。七情是什么？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个人若无喜怒哀乐爱恶欲呢，他就是一个木头人啊，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这喜怒哀乐的。所以六欲是啥？六欲是色声香味细滑识。色的话就是眼睛啊，眼睛影响会啊，然后声就是耳朵，香是鼻子，味是舌头，细滑是身体，是认识的事哦，就是新的东西。这是六个欲望，七情六欲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他让我的生活呢更富足、更多彩多姿。本来是好的。但是咱误用了它，咱无用你正确的地方时，所以变作是不好去啊。这其实欲望本来就是好的，但是咱受到魔鬼的影响，已经变作是不好去哈。为什么？因为我们体贴的肉情。罗马书第8章第7节那一段的时候，跟人讲啊，咱若体贴肉体，咱就是跟圣灵作对了。你所想的都是肉体的事情，你若体贴圣灵呢，你就想着圣灵的事情；你若体贴肉体的时呢，你都无办法知影上帝的心意是啥，因为你已经没有能力了。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咱为什么要因为咱体贴咱的肉体啊，体贴咱的本性的欲望，那个是错误的。这个欲望型在走前这样物件的哈。你若体贴肉体，你得受到撒旦的掌权。你若体贴圣灵，你就受到圣灵的掌权了。所以保罗伊继续讲，你若是顺服你本性的欲望的时候，你安怎？咱读到圣经已经读过啊。我不顺服圣灵的时候呢，我本性的欲望就在生命中间作王，所以奸淫、污秽、邪荡，这样就出来啊。
充斥在咱的生活中间，而圣灵呢，只能在角落叹息、担忧了。接下来登记他都要去讲了，《使徒行传》第2章第38节，甲咱讲，咱若以认我们的罪，然后靠圣灵的名来，靠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我们罪就得赦免，还要领受圣灵。这是咱随类基本的迄个，后来呢，咱讲的是，咱来认咱的罪，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罪就得赦免，再加上领受圣灵。为什么咱一个受罪要领受圣灵要魔鬼还会影响我们呢？所以从保罗书信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人就是这样，人里面有你同时有圣灵跟这个跟撒旦的灵在你身里面。你看哪一边战胜了？而战胜的人是在也主要原因就在你，因为上帝赏赐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叫做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呢，你可以决定是什么。上帝不愿意你成为一个机器人，所以给你自由意志，你要决定。我决定要顺服圣灵，我要体贴圣灵，我不体贴我的肉体，那么在你的心中，圣灵就充满了。然后那个肉体就怎样，就跑到角落去，甚至被赶走了。相反的，跟我讲呢，你体贴肉体，你思想的就是肉体的事情的时候，就这边告诉我们怎样，圣灵只好在角落担忧叹息了。上帝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们，你到底要体贴谁？让我们人去做决定，因为他赏赐我们自由意志的。所以唔能想讲我已经受洗了啊，我性情充满，所以我没问题啊。这个撒旦不会再影响我了，会不会？还会啊。你那体贴肉体的啊哈，所以咱在讲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哈。然后。这刚才所讲的都要说供迄几样来点，其实咱本性的欲望就是安尼哈，它分成4大类。保罗下一些哈分成4大类，第一个是我们肉体的部分，就是有讲身的部分呢，奸淫、污秽跟邪荡。奸淫是什么？跨湖里面是写歹故了哈，奸淫的是干淫，污秽的污秽，这刚好这两个一样哈。邪荡的是瞎撇，跨湖里面是台语哈。第一个。奸淫就是不正当的性行为，不正当的性关系。正当的性关系是什么？就是透过正当的婚姻关系的那种，只有那种性关系才是正当的。所以除了这以外，拢总是属于奸淫，包括你是婚前的性行为，包括你有同居，包括你有一夜情等等，这拢总是啥，都是不对的事情。你体贴了你的肉体了，这是恶行。是不好的东西。上帝创造婚姻制度，就是让我们人可以去享受上帝所创造美好的性关系。但是你要在正当的性关系里面，就是透过婚姻关系而得到的。污秽呢，是一个道德上的不洁净。这个道德就是大家所共同公认的，大家共同认同的。举个例子来讲，记得大概1年以前嘛。有一个故事讲说，一个大学生他捡到钱，然后他向那一个丢掉钱的人讲，他照我们的法律规定，他可以索取多少10%的奖金，所以他要愿意给他这么一个钱行为，但是丢掉那个人是一个贫苦的人，在法上是不是他站得住脚？但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社会的语言都是怎样？都批谁啊？批那一个女大学生，说人家就已经是贫苦的人，你怎么还可以这么说？但是法上它合理啊，原来在道德上是这样，是不合规定的。我们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所以有些道德是很奇怪的东西，大家认同，跟法不一定有关系。所以合法不一定合理。合法不一定合理，你合理的话也不一定合法，因为法人我们没有去规定到这样，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用更高的标准来看哈。所以污秽就是在道德上不洁净，你可以自己想哦，你有这种物件啊不？然后第3个是说邪荡，
邪当的话就是讲放纵没有纪律的行为，它是一个假性的自由。那等下在讲的时候，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啊，因为你要考虑到别人的。你哪安尼想的时候，你就是邪当。我想要安怎做就安怎做。特别最好的例子的讲，那个飙车主，常常说飙车主是不管别人是怎样，我得做啊飙，我高兴，我喜欢啊飙，有快感啊。然后看到谁不顺就打他，我就是不顺眼啊。邪当。你只要为了你自己的快感而已，霸凌也是一样啊。我们看最近两种学校有很多霸凌，为什么？霸凌对他有好处吗？对实行霸凌有好处吗？没有好处啊，只是一时他觉得我就是喜欢这样子啊，没有纪律的行为，他完全不受到控制的，会欺负，利用职位去欺负别人也是一样。这三个是啥？是肉体。肉体上，我们常常咱常常有这方面的这种软弱的。第二就是第二讲的，有讲的两项，就是信仰上讲拜偶像跟邪术。拜偶像就是崇拜用人所造的这个偶像哈，因为他不知道要敬拜真神。然后邪术的部分就是讲呢，你勾结黑暗势力的力量去行法术哈，你出卖灵魂给黑暗势力。黑暗势力熊熊给你一个甜头，然后你就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啊！你看我还有什么 power 啊，我有什么能力啊？就渐渐到最后你就没办法脱离那个。我不知道你要看到讲，那有听人讲呐，打坐会应气功好不好？刚刚开始人都说哇太好了，足好了，为什么？我都有在听吼，啊，我的静坐。啊，我有一股气出来，这个气就把它带到那个地方去做，怎样？你这个体内的按摩，哇，一个好起来呢，哇，就好了。然后继续打坐呢，也power愈来愈大，甚至外当影响力还阁无啥，用电话影响。你要听见安尼无？有人就是这样啊。所以有这个力量无？有啊，但是不是靠你。是靠什么？黑暗的势力，那个灵界的力量在这。有一本册，迄个是一个打坐，然后已经有很高段的，在也是大陆人下来哈，它可以遥控在省外面的哦，不是讲几公里而已呢，几百公里之外，就是把人的病给医好一种。后边伊写出一本册起来讲，伊一开始感觉足好，哇！你看。我按你打坐了，我有这种能力的，但是越来愈发现讲，这个气，这个能力，伊无办法控制，开始有什么？心里非常烦躁，再怎么打坐都没有办法平静下来。他开始受到那些那个恶势力在控制着他，叫伊爱追求一个外个袂使，所以他后来毅然决然断掉这部分。那断我不想怎样，但是他出书出来的感应讲，千万不要去做这个事情。黑暗势力常常给你怎样，给你甜头，然后后边去你就失去了控制。所以这是邪术的部分，以勾结黑暗的邪恶势力呢去行法术，因为你体贴自己，你不体贴圣灵，你体贴自己讲外当然啦，比别人更靠有这个能力的人，这是讲的有关灵的部分。第三组呢，讲的人际关系，总共讲了8样。这8样里面呢，写在顶头，我不要让我解释的了。仇恨就是跟别人有敌意，你结冤仇。然后争竞呢，就是你不和谐，跟人家常常在相争，是一种这样不和平、不公平的这种竞争哈。然后记恨呢，你就是用嫉妒而生出来的。嫉妒已经代表讲已经不是很有道理呀、啊。你就单嫉妒别人啊，不哪个安呢？个生出仇恨出来啊！恼恨的情况，不讲理的动怒，结党的情况，因为自私，因为一些私利哈，主书也就是利益的观念呢，就是结党。自私野心的这种结党纷争就是讲分裂，异端的用欺骗来结党，
来结派哈。咱讲的讲宗教里面的异端就是这个意思哈。伊甲你散布一些是不正确，用欺骗的来告诉你，然后说服了你，啊，你就开始来相信伊，哎呦，我激动的嘞，这个就是信我所讲的遐，这是异端的一些部分哦。还有嫉妒有些呢，不能容忍别人哈。咱看起这个是啊，你像讲，咱捌讲过哈，基督徒在世界人口是偌济？恁知道？约略1/3。广义的基督徒哦，基本上有66亿的世界人口，所以基督徒有多少人？22亿左右，甚至是23亿。这样你追也就基督徒，所以你那边在现在所有的宗教最大的就是基督徒哈，所以真侪人要去打基督徒的这种啊，侵占这个要纠正信徒去呀，所以伊就创一寡异端出来。伊讲啊，你相信啊，你是基督徒啊，你相信圣经，我嘛相信圣经啊。但是我们相信唯一只有圣经而已，咱的经典就是圣经。伊讲啊，圣经也无够，圣经已经2-3千年啊无啊，即马还有一个较新的出来，一个叫做摩门经出来。哇，阮两个拢做伙用，哦，阮偌好咧，偌拄偌好咧。他用这种方法，然后一开始先甲你讲圣经，哦。然后嘛有人过来讲，啊，我嘛相信圣经，但是阮这本圣经比恁更较好。阮这本圣经呢，是这个守望台出来，叫做耶和华见证人呢。哇，恁咧讲唔对啦，旧约拢嘛讲到耶和华，为什么到新约都要讲上帝？对，耶和华就是耶和华，所以我要做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不相信耶稣，他不相信三位一体，他相信耶稣是这样，是这么众多神里面的一个很小的神。所以也当跟人沟通，讲这人一起人啊，所以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时候，用不欺骗的手段来互你唔知影，咱得小心爱知影这物件，这嘛是因为人的一些心，伊的这动机不良来产生出来。保罗甲咱讲就是有这样多伫这所在，佫唔拿呢，还袂煞，伊讲佫有2项。最后2项是咱很容易犯到的，像酒醉哈，酒醉甲放荡啊，醉酒或是荒宴哈，这是咱对饮食没有办法节制哈。咱若是身躯较大颗者，超过 BMI 超过多少？20几了，那个就有一点点问题，需要小心一点呐。然后男人的这个腰围超过多少就要小心呐。你们中间大概没有，看一看啊，没有。牧师也是很小心呐，因为你们都会注意看牧师肚子有没有大起来啊。听说是超过90公分，就是有一点危险了。那个其实都是节制的问题。咱有节，咱对咱的身体有节制啊不？咱对饮食有节制不？这看这东西啊，咱体贴什么？体贴肉体，没有体贴圣灵，所引起的，咱来看到这样哈。咱来体贴也是，结果就会变安怎？结果就是像咱讲，圣经讲安怎？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因为你体贴肉体啊，那肉体就受魔鬼的控制啊，所以是魔鬼在背后给你控制，你没办法照着你的意思来讲。所以保罗伫罗马人书第7章18到19。所以保罗伫那走去啊！保罗伫罗马人书第7章18节到19节到24节讲安怎？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咱做来读一遍来。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有同意安尼不？你有同意讲是安尼，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还记得从小学开始也行，都要写我的志愿。然后年底要到的时候说，我们明年新的开始，请写一个新的愿望，新的你准备要创啥？
你这样每年的年底的时候又跑掉了。我们说没有压，怎么会这样？好，你打败呢？我的志愿也好，我的明年的计划也好，我们大概没有人100%成功给，因为呢，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呢由不得我。这是咱体贴肉体所产生的这些结果。但是圣经给我们盼望，在罗马书第8章第6节说呢，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我们只有这样，我们只有唯一的办法就是这样，回来体贴圣灵，随从圣灵的律就不一样了哈。所以我们体贴圣灵就是这样，要被圣灵充满哈。上保罗行1，保罗他严严的劝诫我们说，不只是要远离恶行，还要怎样？还要靠圣灵才能够抵挡哈。这是告诉我们2件事情哦。第一件事情，你要远离恶行，然后不止这样呢，你还要去讲，还要被圣灵充满。那很多人他要是没有圣灵的时候，他说我可以立志，我这恶事这歹代志我都卖嘴的好啊，安尼有办法不？没办法，你只有消极的抵抗而已。说我要远离恶行，你没有积极的去追求一个给你力量的，能够保持继续这样下去的。远离恶行只不过一个消极的，然后被圣灵充满是一个积极的哈。你一定要有一个消极的跟一个积极在一起哦。圣经节跟人讲，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有人讲就简单的讲。戒烟太简单了，为什么？一天到晚都在戒啊，所以它很简单呐。要戒酒也很简单，一天到晚就说今天最后一杯了，明天开始要戒的，明天又喝啊，明天就开始又是后天啊，所以很简单，戒很简单，但是怎样？你没有办法长久，要长久安安呐，不是靠自己，靠谁？靠圣灵。在那的社会中间有很多那种戒酒中心啊，很多那种版就这红化的戒毒中心，都没有办法让他不能接触毒品，我让他痛苦了30天，然后就因为摸不到，没有办法接触到毒品啊，就只好这中间就没有了，那渐渐好像是 OK 了，不需要有毒了，然后放他出去怎样？一看到毒怎样？又接触了。原来他是这样，刚如果开始黑没有再继续，是因为环境没有。当环境可以行，伊就去倒转来，这不是办法，因为伊欠一项，欠啥？欠为心中产生的力量。从心中产生的力量，只有用啥？靠信心才有办法。所以在戒毒中心里面，只有用福音告诉他，你的身体是这样，是圣殿。你要珍惜你的你要珍惜你的身体，他就建立了这些正确思想以后，他就怎样讲，我不使让我的身体受到伤害，他就自然而然他就讲拒绝的毒品。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经节来的所讲，你不是要远离，我不喝酒就好，我要远离恶行的话，不，你得要跟还要请圣灵来帮助你。要被圣灵充满哈，而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样，顺着圣灵，然后靠着圣灵来行哈。更具体一点来供的家呢，让你圣灵坐在你生命的这些宝座上哈，在生活中每件事情都求问他，每件事情都顺服他，如此他必在我们心灵中以微小声音平安的恩膏哈。这记载约翰一书第2章27节。在凡事上呢，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应该向左或向右。只要我们顺服圣灵呢，就可以行在他的行为中间。这些要操练啊！我看刚才说呀，我要愿意顺服圣灵，但是你怎么知道圣灵要你怎样啊？这是2件事情。第一个，你要远离恶，然后亲近善，然后你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中间行，你的操练就变成自然而然，神就帮助了你。远离恶，亲近善，就是圣灵。你就向上帝求，我愿意远离神，远离这个恶，然后我要亲近你，你让我有力量，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是这样操练。到后来，你的心思意念就是
自然就是安尼啊。你免搁去想，安尼时你就知影。但是你哪会知影讲，你有照着圣神的意思来行？保罗继续告诉我们：，咱若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咱的生命跟咱的生活要活出什么？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的9颗果子就出来了。这些圣灵的性情呢，也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呢，要过被圣灵充满的迄个生活。这9颗果子呢，有很多人会背哈，但是如何去背它呢？不是要我们背，而是要常常提醒我们。其实这个时代是我们有圣灵充满，让你这个有会美好的德性会出来哦。那也是一个分成3种态度。第一个态度是这样，对神的态度，这是咱基本的，就是前面这3个：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欢喜甲和平。仁爱就是啥？疼上帝，还有疼人。然后喜乐是啥？以神为喜乐，不是以我们自己为喜乐。和平是讲跟神和好，这是一种说法，你也可以很容易记起来。那么另外一种说法，等一下，仁爱、喜乐、和平这3项，只有上帝会当享受。你家己会当讲我有疼就要疼无？你会当家讲我今仔要喜乐，我就喜乐无？你会当讲我今仔要和平，我就和平无？无办法。只有上帝才当享受你，所以这是上帝属性。这个属性是安怎？爱咱会当信上帝以后，咱就领受着上帝这个属性在咱的中间。这是基本的、最基本的这个态度。然后有这基本态度了后呢，你开始要对人有3项：要忍耐、恩慈、良善；要吞忍、要慈悲、要善良。吞忍就是啥？别人甲你激，别人甲你压迫的时。压迫的时候呢，你会当忍耐。然后恩慈就是啥？恩慈就是讲你有这个有慈悲、有恻隐的心的咧。甲这良善的心，就是我行为上有好的表现。其实就是要甲咱讲，这3个方面呢，咱对人的方面，咱会当有这种的表现出来。我渐渐有这个耐性的，我会当吞忍，我会当较替别人想，我会当表现出来是较良善的部分，这是对人的态度的3个部分。佮另外3个是啊，是对家己就是要利己你家己对你家己的要求是安怎？你对就是爱第一个要有信实，就是忠信、温柔、节制。忠信、温柔尊赞忠信就是啥？是人你是苛刻的。温柔是啥？你温柔谦卑。节制的啥？你自律跟自制的咧这个是你对你家己的要求是安尼。是讲你互别人感受着讲，你这个人值得相信哦。我感觉你足节制的哦，我感觉你足谦卑、足温柔的哦。你对家己的利己的是，毋是家己啊？好，我足安那信实的，我足温柔，我足节制。但是别人偏偏看就是无啊，利己以后爱互别人会当感受，所以这圣灵的这个果子伊到底是一粒果子，还是9个果子？有人讲伊是9粒，圣神是9粒果子，那我来看是圣神的结果子是1粒尔，然后有9个呈现的咧，这9个互相之间拢总无违背。你要食个一个果子是甜的，佮苦的无？捌无？本身是甜佮苦，但是你要食个一项物件，伊是甜啊，佮淡薄仔酸酸无？有啊，有这种物件啊。他们2个这2个属性没有违背，甜佮苦有违背无？有。所以你可能食物件，就是这9项拢总爱有会当呈现出来，因为互相伊无违背。伊拢是要造就一个人，互一个人有这种高种美好这个德性伫咧这是要互咱知影讲，咱若无靠，咱毋是靠家己，咱若靠圣神的时，咱应该会当有这种结果伫咧。但是咱要知影讲，圣神为什么会当安尼？咱先讲看这个在生活中间能够活出圣灵的果子不落在放纵本性的欲望
的形容就是过圣洁生活。咱就是要讲啊，咱若无头前迄15项奸淫啦、什么邪荡啦，这拢若无是，搁伫咱的生活中间啦。因为咱顺服圣灵以后，咱呈现仁爱、喜乐、和平、典念价钱啦，那就是咧过圣洁生活。但圣神为什么会当帮助咱呢？原来伊有这三样的咧。头一个伊安呐，你知影咱没有咱无力量啊，咱无力量，咱无办法脱离咱本性的这个欲望，咱的身心灵拢有这个欠缺的咧。所以咱无办法，只有圣神有办法。第二安呐，因为不但伊有办法，因为伊是神，伊有办法。第二安呐，伊个互你快乐，互你有快乐，让你得到释放，不受这个辖制。第三个让结出果子出来。所以只有圣神才有办法会当帮助咱安尼吼。这不是一个理论，理论还要加上实际。所以你爱操练，才有办法去得到这个结果的。所以咱结论来看先，刚刚讲你要圣洁，因为你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圣洁的神当然他的灵就是圣洁啊，所以才被称为圣灵。圣灵的英文叫做啥 ？Holy Spirit。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灵，对不对？我们都有一个 Spirit， 但是只有他叫做 Holy。Holy 就是神圣圣洁的。只有这个神的这个灵哦，叫做圣灵呢，所以咱刻意照办法将这些献给了吼。第二讲，咱若叫圣神充满的时，咱的生活自然就会当活出迄个性格出来。所以若要有圣神充满的时，咱就要看咱有结出迄个圣灵的果子啊无吼。所以今日咱学习的就是讲，咱要安怎过一个性格生活，理论非常的简单。嘛非常的清楚，但是实际要安怎？咱每个人拢知咱来过一个圣的生活，要安怎过？圣神充满啊！这问答题、填充题，大家拢会晓，拢100分，但是会当行出来袂？问题是会当行出来袂安尼？你若刚好你唔知影，你常常请你倒转去检查头前迄15项，你有啊无？你有迄15项无？你有迄种奸淫邪荡这物件，还是拜偶像，还是行邪术，还是记恨啦，然后嫉妒啦、恼恨，有这物件无？或是醉酒，然后常常是这样，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你有这物件无？你若讲拢无，你搁倒转来看，无也无够诶。你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啊无？有仁爱、喜乐、和平嘛？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无？你会当用这物件去甲你检验你自己，若无的时，就是你爱操练。你若有头前迄15项，你就要努力去远离怎样？远离这些恶行，远离撒旦的这些灵。然后你若无后摆几呢？你要努力的亲近上帝，然后让圣灵来充满你，内心才有办法。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咱要过圣洁生活中间有没有可能？有，只有信心来帮助你的心都有可能。但是你也感觉你无够，所以要安怎？咱会当想，咱特别若这个信息听出来，咱来问这3项代志。我既然知影，已经会当理论，我已经知影。上帝应允嘛，互咱啊，咱也知影讲，咱需要有一个主要功课去做，是要安怎做？我准备要采取什么行动？这个行动第时要开始。啊，哪呢？我需要什么快乐？需要上帝安怎帮助我？喺你祈祷中间，上帝就来帮助你。咱的问题思考已经有3项，甲你讲，你有办法动。因为伫这个咱拄啊讲的这种啊，你印象最深，然后最受感动的时。啊，曾经经历过的重点是什么？那我要回应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在这礼拜中间，我计划要做什么代志？伫小组中间，你会当去分享，你家己伫心内去想者，我准备要安怎？我可能这15项的摆内底，我这项特别严重，你无办法一边甲15项拢改掉，这个特别严重，我要来甲改掉，因为我若安尼做就是安怎？体贴肉体。以圣灵相争，以圣灵为敌。
你若迄15项内底就是安尼哦。你倒转看，逐个人拢有，倒一项较严重，倒一项较无严重。你应该有绝对有一个回应，一个我准备要安怎？第二个人讲啦，你有过圣灵跟情欲在心里中相争的这些经验啊？不，结果是如何？怎样？为什么？怎样才能够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呢？怎样才能够顺从圣灵的而行呢？然后你有没有对结出圣灵果子的生活的经验是如何？忙，咱伫遮所讲的，唔是咧讲理论，嘛唔是咧讲一个上一个课尔，无。咱是讲将上帝圣经中间教咱知影讲，你一定要讲这有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你是圣洁上帝的囝儿。啊，你有办法无？有办法。伊上帝知影咱的灵，咱的气力无够，所以找起圣神来帮助咱。啊，你有滚我圣神无？你有得到圣神来帮助无？你看，你有迄15项无好的物件无？那无，你若有，就代表你还受到这个恶撒旦的灵的捆绑。你若无这的时阵呐，你要看你有这个圣灵的果子啊无？那无代表讲你还未亲近圣灵、亲近上帝，得到圣灵的帮助。所以其实这讲起来都非常的清楚，而且有具体的东西互咱来看。希望咱的常常伫咱的灵命操练中间，能当用。就对这圣经中间所讲的，诚在咱的帮助，咱当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伫遮学习讲，阮要过一个圣洁生活。阮知阮的能力，阮的气力有限，阮常常互这个撒旦的这个恶势力来赢去。但是主，你甲阮应允讲，你要帮助阮。阮若靠着圣神，阮若有圣神充满的时，阮就会当结出圣神的果子。但是阮家己的人，阮爱伫遐来努力讲，我要伫遐来离开这个歹的代志。有遐尼做15项，互阮家己会当检验家己，阮是毋是有遮个无好的代志？阮体贴肉体引起的遮个代志，然后阮就要决意，阮就要伫迄所在真努力来离开遮个无好的代志。然后圣神，也指圣神到伫阮的中间，阮就会当结出迄个圣神的果子出来。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伫学习圣洁生活中间的时，即个操练，阮搁一摆来知，阮会当的。但是阮爱做真侪操练甲努力，求主你帮助阮。现像阮的感谢甲祈祷，这时阵阮要同心用主祷文三角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了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的，代代无尽。阿门。